Hello，On Air Power.com 24小時網上電台，大家好嘛？我係豆豆東加豆啊！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啦，唔知道大家呢生活過得點呢？前陣子呢有啲年齡開心指數分析啊，中年人呢40歲打後呢會變得快樂，懂得快樂啊！希望大家呢都係呢一族類嘅人啊！今日呢想同大家講下記憶力啊，大家有冇覺得記性呢差咗啲咁啊？冇，少少都冇，冇理由噶，冇理由得我噶。最近呢睇咗啲健康新聞啊，就話呢健忘啊，記憶力呢年輕化，中年人健忘症啊，有開心有擔心啊。中年人呢面對唔少壓力啦，經濟支柱啊，一方面呢可能要顧及小朋友嘅將來啦、學業啊、工作啊，同埋呢已經退咗休嘅父母啦，另外呢照顧你嘅另一半啊，仲有你自己各方面嘅需要添。呢個角色唔易做啊，係嘛？三文治角色啊，所以呢一份工作嘅安全感啦、穩定性呢好重要啊。而如果你記憶力唔好呢，又唔好好處理啦，咁呢好容易影響到工作效率。健忘症呢年輕化同我哋嘅 E 世代息息相關啊，就好似中文字咁啊，好容易呢就唔記得咗個字點樣寫啊，用得輔助字多啊，所以呢改善記憶力呢方面呢，一切從生活習慣開始。好，提高記憶力啊，喺生活裏邊呢，經常都會聽到一啲意見啊，例如係做運動啦，好多人都會，亦好多人都唔會玩多啲智力遊戲啦，例如係迷宮啦、填字啊、拼圖啊、捉棋等等啦，一啲邏輯思維嘅遊戲啊，仲有鍛煉一下自己嘅觀察力啦，同埋咧將一啲有需要記嘅嘢咧諗下一啲特點啊，幫助自己記憶感，或者咧將佢圖像化咗佢，亦可以顏色咗佢啊。咁如果以上嘅都覺得同自己格格不入咁啊，咁點呢？好，有助記憶力嘅小運動呢，除咗啱啱提過嘅要花啲時間去做嘅，都市人嘅生活呢，可能連呢少少時間都會掙扎一番啊。以下嘅小運動呢，可以喺生活裏邊同步進行嘅。第一樣呢，轉動我哋嘅眼睛啊，經常轉動眼睛，每次轉動30秒呢，可以增強人嘅記憶力啦。因為轉動眼球呢，能夠令左右大腦啊互相作用啊，有修復記憶嘅功能。呢個動作呢，可以喺沖涼嘅時候做啦，電視廣告嘅時候做啦，或者呢接緊衫嘅時候都可以做啊。因為接衫呢個習慣性動作呢，熟到呢可以憑感覺嘅啦，唔使點睇。好，講住一樣先啊，轉頭翻嚟呢再繼續啊。第一節休息一陣先啊。好，繼續我哋嘅記憶力生活化小動作啊。頭先呢講咗轉動眼睛30秒啊，第二樣呢可以運用下我哋隻左手啊，太少用佢啊。例如我哋成日對住部手提電話個屏幕啦、iPad 啦，都可以呢用左手 touch 佢，習慣下。仲有呢一啲家頭細務啦，洗碗啊、抹台啊、刷牙咁，訓練下唔常用嗰隻手呢，能夠刺激大腦中嘅神經細胞生長，增強人嘅記憶力啊。好，另一個有助記憶力嘅小動作，翻轉頭望啊，特別係呢出門口翻工之前啦，望下呢有冇熄晒所有電器啦、微波爐啊、煤氣爐啊、電腦啊、三窗等等啊，咁樣呢係有助對事物嘅印象呢增強記憶力啊。我每日呢翻工之前呢一定會做呢個動作啊，因為呢試過冇三水喉啊，真係呢真真正正嘅一日流長啊。增強記憶力啊，另一個都幾重要嘅，熱愛生活啊，
對事物有興趣喎。興趣呢係記憶嘅第一推動力啊！如果一啲一定要記住嘅事情呢，咁就要同佢培養下感情噶啦。另外呢，無論幾多歲都好啦，心境都要有活力、有動力啊！雖然呢未必可以說服到自己永遠青春啊，永遠年輕啊，但係呢，我哋可以對生活呢仍然保持一份熱情啊，腦細胞都會變得敏銳啦，同埋年輕啊！好，繼續講另一樣對記憶力有幫助嘅同理心啊，同理心都可以啊。站喺別人立場呢，諗多啲問題，咁樣呢對事物嘅理解呢會廣闊啲，記憶力都會得到幫助嘅。好，繼續講翻剛才嘅記憶力呢個題目呢，都會聯想到長者啊，好多長者呢會感嘆啊，記憶力大不如前啊，令人覺得呢年齡老化啦，大腦都會跟住同步退化。原來唔係啊，我哋呢都要修改下呢啲觀念啊。原來呢隨年紀啦，即使記性變差咗啦，但係呢頭腦嘅運作呢反而呢更加具有智慧。有啲嘅測試啊，分別年輕人嘅學生咧，同埋長者兩組人啊。一段文章咧，研究員咧隨意插入一啲字眼啊，毫不相干嘅成語啦。學生咧保持一貫嘅閱讀速度啊，而長者咧一定係慢啲嘅。特別係加插啲成語嗰啲位啦，明顯慢得多嘅。測試完畢咧，總分數係長者高啲，因為咧佢哋比學生嘅閱讀方式唔同啊。唔係就咁讀啊，長者咧會將一堆雜亂嘅資訊啊，相關嘅都儲存喺大腦裏邊啊，再進行篩選啦、消化，然後咧轉換成有用嘅資訊，仲解決到問題添。亦提到咧，一般長者咧將注意焦點擴大啊，所以咧心力咧好少專注喺單一事件上邊嘅。長遠嚟講咧，咁樣嘅運作咧係有利嘅。所以咧，點解咧經常聽到別人講啊，長者係有遠見啲啊？好多時候咧，見到啲長者咧唔察覺咁啊，未必係啊。其實咧係唔理嘅啫，因為咧心平寧靜啊，係佢哋有需要嘅生活習慣啊。養心養生啊，唔單止佢哋啊，我哋都要啊。其實脾氣暴躁咧，對我哋嘅記憶力咧，絕對係負面嘅影響。咁另外咧，對於長者記性差嘅時候咧，家人咧反應咧唔需要過大啊，相等於我哋工作啦。如果我哋做錯嘢咧，忘記咗我哋嘅上司反應好大咧，我哋會點呢？再做嘅時候咧，未必會好啊。如果上司寬容啲，對件事咧就會好好多噶啦。好，講咗一啲記憶力啊，其實咧有助記憶力嘅方法咧，仲有好多方面啊，音樂啦、閱讀啦、寫作、畫畫等等，好多好多。不過咧，最重要都係睡眠充足啊，同埋咧想爭取最佳記憶狀態嘅時間呢，係朝早9點至11點，下晝3點至4點啊，晚上7點至10點啊。利用以上記憶難記嘅事物咧，學習材料啊，效果會比較好啲噶啦。好啦，時間呢又差唔多啦，多謝你哋支持 OnAirPower.com， 下一集見啦，拜拜。